啉，使，慢啉啦，囡仔拢咧困啊呢。卖吵啦，输滚滚怎么吵？来，来，洪生，我讨无？哦。杀鸡啊！啉啊，慢啉啊啦，会酒醉啦，哈。拜托你卖吵好无啦，滚输甲安尼。来，过来。使啊，细鱼啦。阿勇啊，我交代你啊，好呢，你放心啦，较小心的哦。多谢，歹势呢，洪生，歹势，行。勇啊，来等。使啊，不是这边啦，咱厝里头前迄边啦。好几个。嘿啦，好，行啦，行。哦，使啊！我看你安尼哦，无法度通行得到厝啊啦，爱坐车啦。这嘛敢有车？3年的无啦，2年的就有啦。好，啊，我坐一摆5块哦。这到你啦。叫车。来，给你抱小细药哈。哦，俺妹妹看的哈。哦，车来咧。来，车来啦！这个，走。哦，走，来，行，跟着。起来啦！小妹妹发烧，要带伊去看医生啦！阿海啊！你是要去倒位啦？阿囡仔发烧，我要带伊去看医生啦！哎呦，咱散车人要看什么医生啦？你草药食就好啦。行，跟我来。来。没有啊，这个没点，明仔在别方面多。使啊！我看你最近啊，你见这个使啊哦。使啊！我当时个收使啊。啊，都使有娘啊！使有娘最近哦，感觉对拍的真有趣味哦。哦，定定都甲我问东问西啦，问讲个天宝要安怎烧啦，啊刀要安怎拍啦，啊恁讲哦，到底是甚物啦？来。
白带咱朋友来会使袂？你敢你管遐济啊？去做人过啦？我念要转来。台东来的朋友，台东是什么朋友？来这套。哦，未使说你牵拖厝边，要落桃就讲要落桃啊，拢过我遮来。台东的朋友。阿勇啊，害人嘞！我哪规工拢看无人。使有影，使会透早就出去啊咧，也无讲咩对啦。使有影，是安怎样？是安因为发烧几落工啊，拢白摕，我是足烦恼的，想要带去看医生啦。安尼哦，无我甲你来去啦。唔免啦。加油啊！哪个接手啦？小姐，应该不要紧啦吼。小时已经退啦，不过即摆阁有关系。安尼哦，敢不要紧？医生，小已经退啊。不。医生啊，即摆安怎啊？哎呀，淡薄仔拄才送来病院啊。是安怎啊？是？恁囝毋是感冒啊，是小儿麻痹啦。小儿麻痹。医生啊，你一定要甲救呢！妈人命已经丢断啊，不过恁囝有苦的话，一世人拢袂当行落来。医生啊，我求你，你来甲救，你来甲救啦！你来甲救我好啦，甲救好！医生，我拜托你。你起来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！我拜托你，医生，我拜托你。这样快点进来啦！毋是讲我歹医恁囝的脚啦，这种病症头就是安尼，就是讲我要甲医哦，我嘛无法度啦。我希望你会当面对这事实啦。我可能啊，你是医生，你一定有法度，你一定有法度，我拜托你，你甲我讲。天下的母亲第一个。是啊，医生讲无法度通医，安尼咱相敬啊！一枪卡要一世人乌有。粪扫医生，一个囡仔脚无倒医，安尼要收钱，我来找伊算啥？你找医生要创啥？找医生跟我好心，拢是你害的啦！无代无志，你带囝出去要创啥？你即摆害伊一世人拢袂当行路啊！迄哪能怪我啦？迄是医生无才调来甲医院，啥物来怪我？我一日工伫外口打拼，你走错。你跑干啥物？你走从啥物？你家己摸良心讲看卖，恁过了是啥物款的日子？大就算了，囡仔咧，食唔清食，困唔成困，囡仔是你的咧，即摆一世人拢爱用病。你敢拢袂心疼？你敢拢袂有我心？啥物我袂心疼？其实我心内嘛做唔甘的啊！我来知你安尼。你知影？我敢若一双手，我爱做事，我爱照顾三个囡仔，我搁爱奉待你老母。你讲，家己甲照顾较平安呢？你敢知啊？我有偌心疼，我有偌艰苦，你敢知？拢是我唔好，拢是我唔好，拢是我。不啦，别不落去。
我要来外口打拼，我要赚足多钱转来，我要请上好的医生，甲上紧的开医好。秋兰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赚钱转来给你，你等我。小景，阿母一定会让你的脚好起来，一定会。你凭什么咧怪阮阿海？是你囡仔你顾无好呢，搁咧怪别人哦哈？阿母啊，你免烦恼啦，大伯迄种个性吼，伊若出去规工啊，家己就会转啊。阿母，我来去看囡仔。这个囡仔一世人扣教，后摆毋知要安怎才好。阿母啊，我看吼，是阿嫂命受命吼，去捡到迄个囡仔啦。无啊，你即马讲啥？啊，就是啊，戆生囝哪有啥物路用？啊，像相金安尼啦，一世人扣教，迄若水牙口吼是下讲笑尔啦。你减讲一句话是啊，去煮饭啦。好啦。安怎？啊，这我无办法嘞。我想你哦，要出北京好。安尼哦，啊，像我你出北京啊。多谢你。袂啊袂。上紧，你较忍耐咧，就算个阿母全台湾行透透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甲你医好。我一定要互你徛徛，袂互你去互人踢笑。哪会落屎啊？秀兰，秀秀。我以后可以走开哦，啊是要煮饭嘛袂方便。我本来是想讲哦，等药仔较冷啊，才去摕啦。啊，想到的时候，才紧着去煮饭啊。哎呦，啊哪会落屎啦？臭摸摸。我你想要食啥物的啦？哪会落甲安尼啦？可能是早起的炒药啊啦。毋是讲我爱讲你啦，啊上紧啊是一个囡仔片呢，啊人啊补的药啊你就会食，啊无怪哦，伊愈老愈凄惨啦。阿母，唔知影你遐阁有钱无？顶礼拜阿嫂互我的钱，都拢借你啊，我免哪阁有钱啦？啊，秋姐即摆报我这个家己的医生哦，听讲足牛的呢。凡说相紧即摆有机会互伊医好啊。外牛，我歹信啦。医生一个看过一个哦，你算看啦，无10个哦，无毛8个啊呢。啊，每一间哦，医生若看出来，拢讲同款话，啊，你拢无爱相信哦。免啦免啦，即摆无共款啊呢。听讲哦，有一个人有照啊兄，拢甲伊医好啊呢。人若无你就信啦，人甲你拖去话，你莫哭对人行。只要有机会哦，我是袂放弃的啦。两3工啊，看一摆医生，你开钱哦，敢若开水的啦，咱无迄钱啊，搁再开落去啦。唔知影阿叔有钱无？哎呦，你莫戆想啦，伊若有钱哦，伊嘛袂借你啦。听我的话，吼，咱甲放弃，莫去看。会啊，我一定要甲上紧的脚医好，若无吼，我唔甘愿啦。等下看吼，咱一家口吼拢顾好死啊啦。千里路，万里情。下的母亲第一个。土地公，心如羊
诚心求你，求你保庇我的后生陈湘景，会当一世人身体健康，无病无痛，会走会行。我真是唔知影是安怎要互囡仔受这么大的折磨。假使若是爸母顶一代所做的孽，才会有今仔日的后果。就请恁尽量报应在我的身上。囡仔是无辜的，千万唔通互伊受罪。